隨住可能東北發展啦，我哋附近嘅一啲居屋啊或者新嘅公屋落成嘅時候咧，我哋社區入邊咧越嚟越大嘅需要，咁我哋都諗咗好多方法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啦，或者做得更加全面，咁都有賴啦，咁啊業聚醫療咧佢贊助咗呢個計劃。升中高高高有3個嘅意思嘅，第一個 grow 咧就係我哋覺得呢個 transition 小朋友咧會好多唔同嘅情緒，我哋都好想咧讓到佢成功去度過呢個狀態。第二個 grow 咧希望佢有個成長，咁希望係揾到佢自己成長嘅空間。第三個 grow 係發亮，係希望可以幫助到身邊嘅朋友，所以我哋喺個計劃入邊咧推5個英文字，就係 PERMA， 就係我哋咧正向心理學嗰啲元素，點樣可以讓到佢有多啲嘅成就感咧？我哋喺過程之中咧就專登加入咗一啲即興劇場嘅元素啦，我哋都帶咗佢哋喺暑假過程入邊咧做咗一個嘉年華，做咗一個才藝表演，希望讓佢哋都能夠見證到自己嘅努力啦，亦都見證到俾人哋睇到係社區入邊咧都對於佢哋嘅能力係有一大嘅認同和肯定嘅，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去釋放翻佢哋自己一啲壓力啦或者焦慮，亦都讓到佢哋有更加正面嘅力量咧，可以面對中一嘅生活。附近嘅一啲參加者，佢都係嚟自我哋嘅基層嘅街坊。咁有一個女孩子咧，第一次嚟呢個面試班嘅時候咧，佢就好安靜咁坐咗喺個角落頭啦。佢覺得自己唔夠獨立，亦都覺得自己冇知識，就係因為家庭嘅環境困住咗佢，讓佢咧冇一個機會可以接觸到其他嘅媒介。屋企嘅資源限制咗佢，咁所以透過呢個計劃咧，俾佢去下宿營啊，去同嘅同學建立下呢啲關係。其實最後一次嘅小組啱啱都完成咗，佢主動地同媽媽講話，我可唔可以留低同啲小朋友玩多一陣？佢係好珍惜每一次能夠出去同人玩，去認識其他人嘅機會。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呢個計劃能夠幫助到同學，除咗喺學業上面啦，亦都係身心上面啦，甚至去未來發展去同人社交嘅關係方面咧，都有所提升。